老至西风第几层，琉璃为殿，月为灯。终年不遇看日益，长寿连泉有为能。老僧启玄禅师是也，自幼持家修行，今年91岁，参成佛祖，正取刚宗，无因世下，弄月朝风。试问500年前有一夜战，2天间年中，前身曾为貔貅，跟随大魔祖师渡江。地扬州有起佛以来，劈破宝塔，老僧一时捧至莲花灯，上于七层塔上，失手倾泻莲灯，热油之于一血之内。此血中流传有84000户漏衣，燃灯念佛之时，他便迟来先奏暂停。今这热油下至，坏了多身，老僧甚是忏悔，祈参大魔老师傅。老师傅说道：
今500年后定有灵璧，取之到今恰好500来岁。今至扬州了此一战。禅堂有尽，我且日定偏师，看作什么禁忌一江山逝去汉城里，有今夕去乎其防护上。
断然且向君臣。朕乃国中有国，谁言朕下封神？大淮安国之事也。本为蝼蚁，列好匹夫，必国基于淮安，火不能分，口不能发，外有右相之志，内有中宫之喜。公之要防资财官事，学刺绣于令知夫人，受诗诗于上真仙姑。婚嫁及其，必须有颜之人，方得有情之婿。啊，千岁，神女穷疑郡之，颇会巧身。此事若交于他，定不负所托。好，如此，先还公之上殿，示以此意。乱说会！回吩咐神女，依计而行。来，宣公之上殿。公之上殿。了。儿啊，你年已及笄，名放龙涌，今生一遇过目，特设一起家人。来，宣君之上殿。君之上殿。上殿。
既因要方长城，要与人间昭宣驸马。是啊，分得七月设欧，扬州孝感寺，礼请齐宣禅师讲经，真公是甚善甚好。大我得其事，阿君之倒是可同令知夫人、上真仙姑三人同往听讲。但有应尽之事，便可留神。谨遵一旨。请英姐，我便与你去听讲是何？公举天面，非议却有知道。哦，我有金凤钗一对，粉色小荷一枚，奉献禅师讲下。表我非情。儿啊，愿你早生照顾贤婿回来哟！君知此非小可之事。去何？小弟累死了金要老娘心上正是。玄佛场中却绚烂，禅床侧畔看东窗。写去写来须引用，好饮先报与娘好。太是四个字，李家三主儿。我生一份相公，一个三更半。哎呀，两位啊，我与我那个庭院里有一口满头的豆窝屎。那你个相公啊，天天压制个心，三界聚类，对吧？还有拉多，吃嘴呀！嘿，我说两位啊，你多晓得，遇到再欢喜吃，少个嘴呢。那遇到再欢喜吃，金门干粮，哎，还是海嘴呀！哦哟，我也当你相公白嘴起噻，我也当你相公白嘴起噻。
壮气直冲鸟道。相信到过扬州，四海富家藏什么？小生东平盛世，复姓春雨，名分。曾报淮南郡撇将，偶然嗜酒，受之帅之心，因而弃官，臣落魄之下。嫁去广陵城舍里，听有孤怀氏遗之，只干广场轻盈守谋，妩媚与群豪纵饮月下。偶此射箭，群豪与人丧。至于落下良人，夫据追鞭，我就脱言。世事天子话，我分有言。今乃唐曾元7年暮秋之时，吩咐善者爱，置酒怀庭，一款爱有。善者儿何在？来哉！相公啊，你见我办个这一门，我来哉的你准备了我是地务，哎，两位汉语们已经到在。嚯，他们来了！来哉！快快有请！有请两位。人生之后怎样之？官是九弟无知有，二兄来了，来了。宿舍门可小条，令人困门。兄，小弟二人将归落后，特来告别。特来告别。吼！你们二人也要回转家乡？正是。
少不门神矣。不早，我们告辞了。那你二人去了乎？我带了门神见水魂魂，长则是。空听歇息，好生负量。善者啊，相公，杨这一番有什么小情？欲盖，那小干事中原玉兰大会，请齐宣禅师拉到港进。哦，齐宣禅师便去天降去何？哎呦！
哦哟，我来是该，不来是该。革命缺手，乃神与公。这呀，贵才，什么是话？哎，俺是说中在，什么是话？俺是说中在。什么是话？你分明杀气焚香，败了千民。
你是不想想？快地追呀！扶了来不思念，待传君远。大漠烟花落苍苔，水不悬，门前骏马急金鞭，迎声儿杂桥进，迎声儿杂桥进。相公啊，不但没拉到个米，如今通有旨，传放花木舍。善者爱，相公你且退一下。是在观音走前，待俺年相报无名。春雨弟子，垂听鸦片，小吹拂去，去听弦惊觉。俺待千名，千名思情，观音是观，水足情别，应后还。明知上是黑之汉奸啊，花塞拿去小苗啊，此女子就是继父相生小女，世间有此天仙呼，但小生小郎，no，寡欲做之上。这汉金儿分享前往，小生情愿似他，换取酒中也情相害。气光花影，卷卷哭声呀！我春雨分可是与仙也，看他三回四女也够情深，却难以相及。
且是听进去。此事有请神医，他也去听经，咋叫他去？哎，我发气者，怎么是？月是来了。最故事，昔次我同上贞子去别了，到产他后，伴着情郎进山。作长松风，翠竹黄花是不同。但是众心多恐吓，不传不水不朝我斗。大众还有金童居士俊秀为禅郎，为吾宗基再审问答，有也是否？小生春雨分其谁？得来分传，一起问来。是何是根本烦恼？秋怀落尽空宫里，临避赤边走关系。秋怀落尽空宫里，临避赤边走关系。是何事随缘烦恼？双翅一开千万里，只因其
天连桥空。双翅一开千万里，只因妾影连桥空。那是何破事这番呐？唯有梦魂难去日，故乡山水路依稀。非有梦魂难去日，故乡山水路依稀。此身外相虽屈，道可立地成佛。太师几时？以此因何而来？为500年因故而来。是了，是了。太师真够天眼通，有个妹子要发，神贵娇小，非可参称。啊，复有金凤钗一双，粉丝小荷一枚，原是江夜方太师爱你。啊，传是凤钗喜荷愿意结瓜。呀，神与佛，皆非世间所言。啊，传世此女子从何而来？此身垂前望妻，前观音座前，不应过教训他。一字转身，一字转身。春女声可听得么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女子转身，女子转身。日中了，法中之餐，杂日地起来，真是大千界里现会场，佛儿门中安天台。传世去了，倒好许那小娘子一回。双飞迎春我苗不过，这生儿走向烟花送。
是那风柴喜火，就是那妹子夫妻爹母。他眼睛红，手看破，空提走，心惊神当则要那神见火。妹子，妹子，你有那风柴喜火，让他送在空门。何不亲身同下福楼，何言下并走之一边？何？你叫她妹子哎呀，这，我春雨芬好师傅了，小娘子请了，真是妇女落花还自香，有情流水为水潭啊！君居此事好不得轻易，看来驸马不顾此事，心中小心。
天饭呢，又春饭呢，可怜你个相公啊，自从听君走来子，越发个曲折呀！哎，你都看啊，不是个灾么，谁是个衰？为啥不得这个半瓶酒，可谓是来？相公啊，待交在，醒醒啊，醒醒！三者，泛东湖下水而去。是在。让我来再见俗气。回居王继国，道成使者车。他这水在东南，不免将他唤醒。啊，春雨宫，春雨宫。啊，春雨宫，是谁？俺乃大淮安国使者是也，因何而来？奉国王命，召请春雨宫回驸马。从头下。谁往哪里去？向那郭槐须学下而去。郭槐须，古所居。
来世小学中红英得有过都乎？传语公不及汉朝有过德光国，他国土广大，不过只在德而立。还有一个孔安国，他国土安顿，也只在孔安里。怎生还须小学中莫有国土？不怀虚，不所知，我知亲前去。血雨，忽然间山川峰回，是呀，怎生有这一段素材？不懂的启程故，至于后生父。一路来，但是见我的都回避千里，何也？不知这新传出为什么心声都闭留？一道国门。好一座大城，城上重雷之户，中间竟派4个4大
怀安国，驸马请。请。呀，俺这女芬有何因缘，得到此间转天养生，世界成亲也是。此话好不巧计也。呀，我的三位也可来了。凤冠明亮，彩笔金去催，下年似水，万风凉，水在东华里一场呀，空惜春意郎到此，却是春郎走了远郎。春月郎比前胖了些，睡了些，胖了些，睡了些。哎，杀气蒙蒙嘛，谁写得走啊？是他，是。哎呀，这。春雨郎册中有喜，万事喜中有错。阿哥吃郎当欧村上女不嘞？哎呀，这。我们才与小干事江夏供养金钗邂逅，坐下语言中商谈再三，顾盼两句。心中藏之，后生方知。我已今生与此君虽为眷属，我们且到修义宫相会。就是春郎走了远郎。阿兄，别来抚养金凤王命，来为兵相。此非追鞭子花儿兄么？正是呀。二位何以在此？小弟现有受制于右相傅成会断供，因而虚脱在此。哈哈！喜得追鞭子花儿兄也在此，手面结骨之谈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啊，驸马，只是进宫成礼。不以今日见此圣礼，愿吾相望，一同前往。啊啊！啊！
到赵成堂，分金钗热梦长。人生须记，文勇不落何言？就以人间名归东方。请公之上殿。公之上殿。请驸马上殿。驸马上殿。
娘是公主驸马，可请指教。公主请。中